为虾米无为着虾米？文录音吕无听。我要去新加坡佚佗，为虾米？我要学台语，为虾米？我要为虾米？想看卖伫家己讲要做啥物代志的时阵，敢有人问咱为虾米要安尼做？细汉的时，若是听着别人问讲为虾米迄个问题，我拢足讨厌，阁有淡薄仔惊吓。迄时阵对我来讲上困难的问题，就是为虾米？你敢是听着囡仔一直问为虾米？为虾米的时阵，心情就有一寡无奈，阁才仰望迄个问题是伊上尾一个为虾米的问题。你敢会记得学生时代，咱拢爱写申论题，迄款题目定定拢是藏伫后尾，而且拢是足袂晓写的问题。伫册店也是图书馆，嘛会使看到足侪1000也是10000的为虾米册名的册。伫生活内底，咱嘛一直拄着为虾米的问题，有时是别人问你的，有时是你家己来问家己。生活内底总是有千千万万的为虾米的问题，你敢真正拢有答案？你敢拢会使想到回答的方式？袂当无信心讲，咱做代志有时嘛有理由，也是借口。毋过真足介受，伫咱做决定的迄阵，敢真正有明确的理由？你敢是伫迄个时阵就已经甲算盘动好势，也是伫别人问你为虾米要安尼做的事，才互别人甚至家己一个听起来是合理的理由。详细想做决定的时阵，敢真正有理由？若无安尼后来，敢一定爱有理由？人干那活一摆，人干那爱为家己负责尔。若是要做的代志无犯法，嘛要影响别人，安尼就按照家己的想法去做，毋免硬破坏一个理由。对别人讲出做代志的理由，就亲像互别人一个交代。毋过家己的代志，家己决定，敢有必要找理由对别人讲？讲理由实在无遐尼啊重要啦。后摆若有人问你为虾米，就笑笑因讲，无为虾米，干那想着，干那要安尼做尔。人的一生已经有诚济的烦恼，所以若会使较简单咧，就卖互家己遐尼啊忝，要做就做，毋免互别人任何你为着要解说，才想出来的理由。